后来，这是台湾劳工电线的调查，讲这个外送员伫咧工作的期间上惊就是拄到车祸，但是因为因普遍甲外送平台是承揽的关系，毋是雇佣的关系，所以这个保障嘛相对无够。立委是要求劳动部爱加强落实外送员职业安全的保障。食饭时间，外送人员无用伫路口送食的，不过规工徛伫路的有够危险的。通勤族使用机车在路上行驶的时间，一天大概顶多就是2个小时。比较偏向正职的外送人员的话，他会落在10个小时以上。那10个小时，那你的风险就是人家的5倍。根据台湾劳工的调查，外送人员上烦恼伫咧路口送食的时阵会发生车祸。不过，即马外送平台和外送人员大多数拢是承揽的关系。依照统计，在一个外送人员保劳保的敢若有3成尔。是不是要提高罚则，或用什么方式的话，那我希望你们可以尽速借由已经有做调查的这个民间团体的部分，就做改善。就是说有雇佣关系的这个外送哈，那如果说没有。就是说没有做到违反规定的话，可以处这个3万元到3万元、30万元的这个罚款。那如果说是属于没有雇佣关系的这种承揽的话呢，那基本上我们也定了一个就是说准用前面的这个规定。那劳工职业灾害和保护法，即马伫咧行政院审查，由于8号又经送予立法院审议，互外送员做工课更较有保障。